本影片將示範如何填報個別人士報稅表的扣除項目部分，為獲取物業出租收入而支付的利息扣除。在此頁面，請輸入有關物業的資料，例如物業地點、你所佔業權，說明你是否有貸款用於購入上述物業，並以物業作按揭或押記，和你為獲取出租收入所佔的利息支出。另外，請說明借入貸款是否屬再次按揭貸款。如借入貸款屬再次按揭貸款，請輸入有關再次按揭貸款的資料，例如貸款機構名稱、再次按揭貸款額、於本年度就再次按揭貸款所支付的利息和其他資料。如你有多於一個物業需填寫，點擊更多物業按鈕以輸入額外資料。居所貸款利息扣除。在此頁面，請輸入有關物業的資料，例如物業地點、你所佔業權，說明你是否有貸款用於購入上述物業，並以物業作按揭或押記。居所貸款利息支出總額和你所佔已付的居所貸款利息數額。另外，請說明是否全年以上述物業作居所用途，和借入貸款是否屬再次按揭貸款。如借入貸款屬再次按揭貸款，請輸入有關再次按揭貸款的資料，例如貸款機構名稱、再次按揭貸款額、於本年度就再次按揭貸款所支付的利息和其他資料。如你有多於一個物業需填寫，點擊更多物業按鈕以輸入額外資料。如你是已婚人士，請說明你是否獲配偶提名申請扣除本年度他或她所繳付的居所貸款利息。住宅租金扣除。在此頁面，請輸入有關物業的資料，例如物業地點、租賃期、簽訂租賃的租客人數，說明你和你的配偶是否為租客或合租租客，和申請住宅租金扣除的款額。如你有多於一個物業需填寫，點擊更多物業按鈕以輸入額外資料。選擇使用居所貸款利息或住宅租金額外扣除限額。在此頁面，請說明由你或你的配偶選擇使用居所貸款利息或住宅租金額外扣除限額，並聲明和該子女的同住期間、該子女的姓名和出生日期。根據自願醫保計劃保單繳付的合資格保費。在此頁面，請輸入你本人或指明親屬繳付的合資格保費和有關親屬的資料。如你有多於一名親屬，點擊更多親屬按鈕以輸入額外資料。如你曾通過電子服務預填在個別人士報稅表下申索扣除的記錄保存過有關扣除項目資料，有關資料將在此預填。你可點擊在頁面頂部的查看申索扣除的記錄按鈕以查看記錄。請點擊相關申請扣除項目下方的更新至申索扣除的記錄或全部更新至申索扣除的記錄按鈕，以更新為你本人或指明親屬繳付的合資格保費的記錄。輔助生育服務開支扣除。在此頁面，請輸入你及或你配偶在持牌中心接受輔助生育服務而支付的必要開支。合資格年金保費及可扣稅強積金自願性供款。在此頁面，請輸入有關扣除項目的資料，例如可扣稅強積金自願性供款和申請以你或你的配偶作為年金領取人繳付的合資格年金保費。如你曾通過電子服務預填在個別人士報稅表下申索扣除的記錄保存過有關申請扣除記錄，有關資料將在此預填。你可點擊在頁面頂部的查看申索扣除的記錄按鈕以查看記錄。請點擊相關申請扣除項目下方的更新至申索扣除的記錄按鈕，以更新可扣稅強積金自願性供款和申請以本人或配偶作為年金領取人繳付的合資格年金保費。